跟住如果我哋嘅兄弟宮坐嘅星係紫微星或者係天府星、天上星呢啲咧，天同星呢啲都係比較好嘅星星嚟嘅。比如話紫微星咧，即係就偏向於交一啲比較貴人啦呢啲啦。跟住第二個天府星咧就係精打細算嘅星嚟嘅，即係通常咧你俾人哋嘅印象咧就可能係你一個比較精打細算嘅人，同埋咧你買嘢都會諗過度過，貨比三家之後先落手嘅。跟住如果你係天上星咧，咁你係相對嚟講會有你嘅規劃嘅。比如話你呢筆錢你要用喺邊度，咁你就唔會再將呢筆錢用去第二個地方噶啦。咁如果你嘅兄弟宮坐嘅天同星咧，即係表示你嘅人比較好說話啦，冇乜所謂啦，因為比較富有啊嘛，所以個人就比較好容易講說話啦。咁如果兄弟宮坐嘅空星嘅話咧，咁就主破耗咯，即係相當於講你對外嘅交友情況會造成你自己一定程度嘅損耗，即係話你會花比較多嘅心力喺度，唔一定係你自己願意嘅，有可能係被動嘅。